今次可以話係解放日2.0，即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再次出招，宣布對中國商品加徵100% 嘅關稅。而呢個消息市場完全冇預料到，造成咗多個資產類別出現咗大震盪，股票跌，加密貨幣跌，全線下挫。不過今條片我想用唔同嘅角度去分析，包括美股、債券、黃金、銀、商品同投資策略，同時會比較翻之前第一次解放日嘅市場反應。首先睇美股，過去幾個月美股基本上都係炒到盡，估值極高，尤其係科技股同 AI 嘅板塊，可以話係完美嘅定價。我一直都有喺群組同埋直播度講，美股而家我係偏向保守嘅，即係叫大家唔好進取咁留貨，嚴守止損。而星期五晚 VIX 指數急升，市場出現恐慌性嘅拋售。咁講翻債券市場，情形同上次好唔同。解放日1.0嗰次債券大跌，孳息抽升，結果迫使特朗普政府之後收斂咗。但今次相反，孳息大跌，美債價格上升，可能係市場預期未來經濟會因為關稅受壓所導致嘅。不過要小心，如果之後市場開始計埋通脹嘅風險，再加埋資金減持美元，美債孳息可能會再次反彈。呢一個係值得我哋繼續觀察住嘅一個變數。至於黃金，解放日1.0嗰日，市場有恐慌性嘅拋售，連黃金都俾人斬倉清倉。但今次嘅黃金明顯穩定咗好多，有資金趁低吸納。正如最近我喺群組同直播度都講咗，我繼續睇好黃金，繼續慢慢推止蝕，保留住上升嘅空間，又可以控制住回撤嘅風險。尤其係而家市場嘅波動大，咁樣可以話係更靈活、更安全嘅。再過嚟睇下白銀同其他工業嘅商品，白銀而家仲有一個潛在嘅逼空狀態，但整體喺咁波動嘅環境入邊，銀通常都會跑輸黃金。其他金屬例如銅、鋁等等都會好波動，操作嘅難度會增加。講到底，特朗普再提貿易戰，背後係咪真係想打持久戰呢？我認為更大嘅機會係佢想喺聯儲局議息之前製造壓力，迫使聯儲局減息，做一個戰略嘅施壓。所以話呢一個100% 嘅關稅，只係一個談判嘅籌碼，唔一定會長期實施，可能會喺聯儲局議息之後逐步退場或者換條件。不過短期內波幅一定會繼續。我哋做交易嘅唔可以淨係睇圖，要配合埋策略分析，睇政策，睇節奏。而家最好嘅策略係咩啊？就係控制好嘅倉位，避免重倉去搏大方向。等局勢再次清晰少少之後，再作一個部署。如果你覺得今次講嘅內容幫到你睇清市場，記得俾個 like、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， 仲可以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。我會不定時咁樣分享中立嘅分析，幫大家跟住實際嘅數據一齊部署資產。而如果你想睇得更深入，每日最新嘅市場策略同埋資金部署嘅思路，我會喺 Patreon 嘅群組更新得更加快。歡迎你都一齊加入，一齊睇清方向，走得更加穩陣。